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欢迎收听迦南之声。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4月15日，当我失焦时，就来祷告吧。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约伯记21章。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文记载在诗篇145篇17节。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感受到上帝的呼声，他的选民昼夜呼吁，他岂会延迟不给我们伸冤吗？他告诉我们，他很快就要给我们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能在世上找到这样的信德吗？是的，我们要在他的话语中宣告我们的盼望，继续与他亲密。他已在行动，并会持续以大能动工，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极大的救恩。我们要抖掉灰尘，凭信心而行。持续来看21章约伯记，是约伯要来针对昨天20章的时候，他的朋友对他的话语，他怎么样来回应呢？我们昨天有说这个说法哈，看到约伯这么沉稳，哇哈，这口气呀，说的越来越严格哈，越来越可以说是说话很伤人这个应该是我们不陌生。这世上就是有百种人还有些人他的内心其实他会说这些话他实在是因为他内心，这真的是他内心他可能也是不受爱，他内心也有受伤的地方。当他看到约伯的情况真的是触发启动他内心有一些状况那我们看到这约伯他3个朋友，其实他们的观点都差不多都是论述恶人必会有恶报，所以他们反过来看，有遇到不好的事情，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恶人一定是因为他发生什么事。但我们其实是在人生中没有办法用这样子的这个普遍的原则倒着逆着回来看，用果来推那个原因。我们就来看约伯他怎么今天他要来击破3个朋友的观点。对约伯而言，正直人跟恶人的下场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公式可以来说明是吧？我们其实看看我们身边的人甚至有些我想我们弟兄姐妹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家人，我们就可以知道的很清楚上帝的奥秘旨意常常是远高过我们的想法我们看21章约伯他怎么回答，说请你们仔细听我的话，这是你们所给我唯一的安慰。所以他一开始就讲很清楚约伯说3个朋友你们仔细听所以请听是真的会是一个很安慰人的话。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除了没有办法说什么，我们愿意积极的倾听。积极的倾听其实就是我专心的听，我不回应，我不先批判，而专心的听是我全人在你的面前，我不看手机，我不三心二意，我不背，而是专心。所以他继续说，给我一个说话机会，等我说完了，你们再嘲笑也不迟约伯也是这个讲得很白所以其实这一章我们真的是可以好好来看至于我不跟必朽的人争辩，我焦急不是没有理由。看一看我，这还不够叫你们惊骇发呆吗？其实你们吓得是哑口无言。
我一想到我的遭遇就惊慌，禁不住浑身战栗。上帝为什么让邪恶人活着？为什么让他们想长寿、兴旺、发达呢？他们的子孙满堂，且亲眼看见后一辈的成长，他们的家安宁，无所恐惧。上帝惩罚的杖不临到他们。他们的儿女像小羊出去玩耍，他们的孩子跳跃舞蹈他们的一生风平浪静，平平安安地进坟墓他讲了好多他说他们以为不必侍奉全能者，向他祷告并没有益处。他们主张成功全靠自己的力量，但这种想法我不同意。我们看到约伯，他其实在他的3个朋友全力的这个攻势下，他仍然对这位神是有信心的，他不以结果论来看这位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持续来看约伯他怎么样子回应3个朋友，其实他也是一个在他信仰的表达他可以有疑惑，但他可以最后说，我疑惑，我信不够，主啊，求你帮助我。其实耶稣自己在新约的时候来求助他的人也是这样说，主啊，我信不够。耶稣跟他讲怎么样，你信不够，你可以恳求我给你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是人不长久来看这位神，来在神的面前了解人。我们人对人的看法是非常有限，而且很多的时候是错谬。我们把焦点，人生的焦点，如果只放在那个短暂会朽坏的那我们真的是只能说很可怜也很可惜。因为我们既然有这个永生的上帝，我们其实是可以恳求永生的上帝给我们他的眼光其实今天的这一章约伯讲得很好我来用他的一句话3节说请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等我说完你们再嘲笑也不迟。因为牧师要说，你们先别论断我，等我们到神的面前，你们再嘲笑我也不迟因为人人必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不要急嘛我们到神的面前，更何况嘲笑你的人，他如果不是神的儿女，在人生最后他去不了神那边，他去的地方是永远活乎他也没机会嘲笑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眼光，我们重新校正对焦于神，不要失焦。昨天我们其实讲到在茂堂牧师的爸爸一生穷苦，但他有个心志要成为传道人，传讲神的话，因为他对神的信心是很坚定。也是因为这样，让在茂堂牧师一直很想认识，更认识他爸爸所相信这位上帝，何以让他的爸爸这么坚定，什么好处都没有给他爸爸，这位神他爸爸竟然这么相信，信得这么坦然无惧，信得这么可以说是喜乐。我们看到在茂堂牧师他在大4的时候，我讲的这些其实在网络上，在茂堂牧师有一个 YouTube， 他说影响他的侍奉，心里面讲到有关他爸爸。他说他在大4的时候，他有答应他爸爸，他以后要养他的弟弟妹妹。可是在他大4快要期末考的时候，他的姐姐写一个明信片给他说，爸爸中风没办法动。他赶快赶回去，看到他爸爸是插着鼻胃管，真的已经不省人事，没有什么
意识医院里面的医生说你可能要带回去，因为你在医院也是浪费钱了，因为他就是这样子。所以蔡茂堂牧师赶快回去考了期末考之后，一个暑假都在陪他爸爸，照顾他爸爸，一个鼻胃管，甚至于他家已经穷到没有电，因为他们缴不起电费，他们的电线已经被剪掉了。所以他是在那个蜡烛的晚上一天一天过了没有电5天过蜡烛的生活。他爸爸在他快要开学的时候，因为快开学就没有人可以照顾他爸爸，他正在想我要不要休学专心照顾爸爸，不然真的没办法请看护。但就在开学前5天过着黑暗的蜡烛生活，他爸爸也在蜡烛生活中过世。但另外一个问题来了，就是他没有钱为他爸爸买棺材，给他爸爸安葬。就在他好像苦无路的时候，隔天竟然邮差送来挂号信，是一笔钱，是他在大3的时候有几个有他的同学学长邀请他一起翻译一般人可以看得懂的医学的类似像那种字典，他也翻译了一段，可是那时候没有人买这本书。但后来有7个医生，台大医生出钱买了这本翻译的书，因为他们想要发行，于是他的学长就寄了他当初翻译的这笔钱给他，及时赶到，及时收到这笔翻译的钱，他用这个钱为他爸爸安葬。我听到这里，其实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啊！这位神很奇妙啊，总是在那个我们人想象不到的。我们相信这个钱，这个翻译如果他以前没有努力，这个钱如果不是那么刚好在他爸爸过世，他苦无没有钱可以安葬他爸爸，真的神的时刻就是这么的及时，神的恩典就是这么的及时。原来没有人要出这本书的，但就这么及时，7个医生说好，我们要买下这个版权。然后他也正在那个时候，在他不知道的时候，钱就寄出来了，在他苦无钱的时候就收到这笔钱。我只能说这一位神是靠得住的，他总是知道我们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姐妹，音乐牧师连接这一个你的救恩，他说黑夜笼罩，似乎不见光，阴间绳索缠绕着我们。求主睁眼看，侧耳听祷告，你百姓在这里祈求。你的信实是我们的盼望，你的应许黑暗中的曙光，你必睁眼看，侧耳听，这是我们的祷告。好不好？我们来默想，我们来比较说法昨天的回应跟约伯今天对恶人命运的言论，我同意谁的看法，谁的说法呢？约伯声称恶人至死兴旺，是否说神不存在吗？还是他要说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急难中就把我们，使我们回转归向你的主，谢谢你，你不发你的烈怒，你用你的慈神爱所挽回我们，拯救我们，怜悯我们，医治我们，兴起我们，使仇敌退去。谢谢你的救恩领导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有主的救恩，使我们脱离一切那恶者的手，我们活出得胜的一天。明天见哦。万物都告诉我，万物都告诉我。
Dun dun